Hello， 大家好，我係紅啊。咁嗱，今日嘅話咧，就同我哋雀匠嘅所有嘅監管啦，就嚟到呢邊工地啦，就巡查嘅。咁嗱，當然啦，好多之前啦，好多業主就問阿紅喺呢間公司係咩職位。咁紅啦本身就係一個細股東啦，總共公司係3個股東嘅。今日啦都有其中嘅一個股東同我一齊嘅，就係呢一個啦，我哋頭總。咁嗱，都係非常之感謝我哋頭總俾我入呢個雀匠嘅股份啦。OK， 咁嗱，包括我哋後面啦，全部都係我哋嘅監管啊。咁啊，呢個係楊工啦，我比較熟㗎呢個。啊，咁啊，其實咧而家咧好多咧，我哋其他嘅呢一個監管都有過嚟嘅。今日差唔多大大細細加埋你有10幾個監管一齊過嚟㗎。OK， 咁啊，俾大家轉個鏡睇下啦。咁啊，成間公司嘅話咧，今日呢位10幾個監管全部都過咗嚟現場。OK， 因為今日嘅話咧係主要考察呢一個冠華城嘅工地啊，所以咧係比較熱鬧嘅。阿紅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公司啦。咁啊，講翻下雀匠嘅話咧，喺惠州大亞灣咧已經係成立咗差唔多11年啦。大大細細嘅工地咧加埋咧都係做咗有差唔多成1000套。啊，成1000套嘅話就非常之多㗎啦，一棟樓可能加埋100零套。啊，咁我哋成個雀匠11年差唔多做咗成1000幾套嘅單位，所以咧對大家嚟講咧揾到我哋雀匠裝修嘅話咧係非常之有保障嘅。OK， 咁啊當然啦，我唔敢話保證到我哋公司係成個大亞灣或者係成個惠州最犀利，但係話俾我打分嘅話咧8分左右係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呢個咧大家都可以右上方入線諮詢翻關於裝修方面嘅。今日啦，主要係帶大家去睇一睇我哋公司嘅呢啲監管啊。因為紅經常都有同大家講到嘅話咧，我哋公司嘅話咧多數都係自己人員，唔會係外聘外面啲散工。所以嘅話咧，大家經常問到裝修比較擔心嘅地方就係因為關於後面嘅質保啊，同埋售後。因為講緊嘅你裝修完之後，可能住到1個禮拜或者未住之前都已經有問題嘅話咧，但係外面嘅細公司啊，可能咧經常咧都係會請啲散工啊，外面啲零工過嚟做嘅。呢個時候咧，你要揾翻佢哋質保咧就好困難啦。但係紅呢邊嘅話咧，我哋雀匠咧就任何嘅問題都唔會有嘅。兼且啦，公司有我哋呢個監管部門啦，有工人部門啦，有設計師部門啦，有業務部啦等等之類嘅。嗱，咁阿紅作為一個股東嘅話咧，可能技術方面咧，紅咧就非常之差嘅嚇。因為你要我去幫大家裝嘅話咧，可能我就冇呢個能力。但係咧，可能大家過到呢邊咧，關於呢個裝修嘅價格方面、優惠方面咧，咁阿紅肯定係幫大家可以優惠到做，盡量幫大家優惠嘅。OK， 咁嗱講翻啦。今日咧都有幾個工地要巡查嘅，而家暫時嘅呢一套咧就喺3棟嘅。咁啊頭先咧都啱啱去咗4號樓嗰一棟啦，就係巡查完啦。OK， 咁啊事不宜遲啦，帶大家上到去睇翻呢一套單位，我哋目前嘅一個施工狀況係點樣嘅。咁嗱講緊嚇，目前嘅話咧係呢一個高考嘅期間啊。高考嘅期間嘅話咧，大陸有規定啦，所有嘅社區唔允許施工嘅，所以咧我哋點解會揀到今日嚟呢邊監察啦？ OK， 咁啊事不宜遲啦，鏡頭啦就上到我哋上面工地上面啦。咁嗱喺電梯裏面啦，即係大家鏡頭會見到嘅呢個我哋頭總啦。啊後邊嗰個咧我哋張總，張總咧係我哋業務總經理嚟嘅。OK， 咁嗱隔離呢邊咧全部都係我哋嘅呢一個監管啦。咁啊同樣啦，紅啦，今日都係本身喺度瞓緊覺㗎嚇，今日星期一。但係咧我哋嘅大股東啦就叫我紅話有時間過嚟望一望。因為大家啦咁難得咁多監管，而家目前咧高考期間啊嘛，唔使施工，咁啊大家都係每個工地去巡邏一下，幫大家去望一望。咁其實呢個都係體現翻我哋雀匠嘅呢一個責任啦。既然幫大家裝修，肯定要做得最好噶啦。OK， 咁嗱喺電梯上面啦，又同大家囉嗦咗一下。咁啊事不宜遲，鏡頭咧就轉到我哋工地嗰邊啦。係咁啦，就已經係坐電梯啦，坐 lift 上嚟啦。咁呢套單位咧就喺呢一個27樓嘅，轉個鏡俾大家睇下啦。OK， 咁嗱，下面咧都有印住我哋公司嘅 logo 啦，雀匠裝飾啦。OK， 咁啊同樣啦，俾大家睇下呢個戶型啦，就120平方米嘅。咁呢度單位嘅話咧，就已經係同樣貼好瓷磚嘅啦。大多數嘅硬裝啦已經係做好嘅，咁咧呢啲咧係櫃面嚟㗎啦，做鞋櫃嗰啲嘅材料。OK， 咁紅啦就帶大家入到去裏面望一望。嗱啲監管咧，佢哋喺內會睇得比較細緻啲嘅。有咩問題咧？可能佢哋就會處理翻，同埋喺現場咧就係睇翻。阿紅啦就跟住個鏡頭帶大家嚟望一望啦，以免打擾到我哋監管做嘢。咁啦，基本上每個房間嘅呢啲櫃啊嘅板材都已經放喺裏面㗎啦。嗱，咁下面咧我哋鋪完瓷磚之後咧，都會墊翻一層呢啲保護紙嘅，所以咧大家唔使擔心嚇，絕對唔會整翻你屋企嘅瓷磚嘅。咁包括啦後面咧，我哋都會去做整改。咁嗱呢一個風窗咧，阿紅咧就最有印象嘅。就因為之前阿紅嚟睇嗰陣時咧，佢呢邊係5層隔音玻璃㗎，非常之誇張啊！嗱，大家見到啊？5塊嘅加5啊 ，OK， 最有印象嘅啦，5加5。所以咧呢個業主咧紅咧係有好有印象嘅。
嗱個玻璃大家鏡度見到特別好㗎。OK， 咁啊講真啦，27樓嘅話咧，可能呢個業主嘅用嘅材料或者係比較誇張啲，但係呢個個人中意咯。反正安全上面咧，我哋公司一定會幫大家做到最好嘅。OK， 咁啊呢一個搬緊嘢嘅就我哋工人啦。咁工人啦，而家講緊嚇係今日係高考期間，係唔允許施工嘅，所以咧佢哋今日咧會將啲貨物啦全部搬咗上嚟，但係咧係現場咧唔允許施工㗎啦。OK， 咁啊同樣啦，嚟到呢邊嘅話咧就係呢個露台啦。露台嘅話咧都唔算話好大，頭先嗰邊咧生活露台咧就係封咗個窗嘅。咁啊今日啦搬咗好多貨物過嚟啦，所以咧就會有好多紙箱擺喺度。咁等陣啦，工人都會清理走嘅。OK。咁啊，同樣啦，作為呢一個120平方米嚟講，其實呢套單位啊 ，OK， 其實嘅話咧講緊嚇，都係比較實用咯。喺冠華城呢一邊嚟講，但係有個點啊，呢個業主做嘅係呢個毛廁，咁啊呢個100%就係我哋大陸嘅業主啦，唔使講嘅。阿紅一睇就知㗎啦，因為香港而家目前所有嘅業主裝修都要求要馬桶嘅，暫時未遇到有一個客戶話要求要用呢個毛廁嘅。咁啊呢個睇各人所需啦 ，OK。然之後嚟到呢一邊嘅話咧，係另外一個客房。咁嗱，其實咧冠華城嘅房間嘅話咧，或者係佢嘅一個面積啊，都係比較實用嘅。包括啦呢啲板材上面已經全部計咗呢裏面搬咗入嚟㗎啦。OK， 呢啲全部都係做衣櫃嘅訂製櫃嘅，已經係訂製嘅材料搬咗入嚟。OK， 咁啊同樣啦，都係非常之感謝業主嘅呢一個支持啦。OK， 咁嗱呢啲全部都係我哋着重嘅呢一個監管下今日嘅。OK， 咁大家如果係話有時間嘅話咧，講緊嚇，真係需要裝修嘅情況下咧，可以約到阿紅嚟到我哋公司參觀翻。因為講緊啦，呢段時間啦，一直以嚟阿紅咧就加盟咗入股咗呢個雀醬之後啦，作為一個股東，經常咧都會去拍片展示到我哋公司嘅一個裝修情況俾大家去了解到。因為同樣啦，近期都有好多我哋香港嘅業主，可能之前買嘅或者呢段時間買嘅，真係需要做到裝修嘅。咁紅啦都係希望話通過阿紅嘅介紹，令大家對裝修方面咧就會更加清晰。嗱，揾唔揾阿紅裝修咧？呢個係唔係重點？阿紅嘅重點咧就係希望大家喺裝修嘅過程中咧，可以揾到一間靠譜嘅公司。第一點啦，唔會俾人哋騙咗，唔俾人呃咗。呢個阿紅嘅初心。咁第二點啦，大家做裝修嗰陣時咧，希望大家裝修完之後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一個心情。因為本身我買套單位喺惠州就係唔容易嘅，咁啊容易嘅我就唔講啦。咁啊第二點啦，又要花10幾20萬去裝修，咁裝修完之後先至真真正正搬入嚟住。咁呢個時候裝修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過程啦，非常之重要嘅過程。所以咧，阿紅咧希望啦喺做地產嘅過程中，都希望幫大家喺裝修方面咧更加完善翻，令大家喺呢邊退休養老住嘅情況下咧，會更加嘅安心同埋舒服。咁當然啦，作為阿紅嘅話咧，咁多公司點解阿紅一定要入股呢個雀醬公司咧？其實有好多其他嘅裝修公司都叫阿紅入股㗎，但係紅咧都覺得冇咩必要。咁當然啦，之前喺其他公司做地產嗰陣時啦，因為喺呢邊咧就識得好多嘅裝修公司都有合作過嘅。講難聽啲咁之前嘅話咧，基本上都係紅介紹過去嘅，就唔係好似而家紅咁樣自己嘅公司咁唔一樣嘅。自己公司咧可以每日了解到嘅動態，同埋可以幫大家認真咁樣去知道每個工程、每一個工人嘅一個情況、每一個工地嘅情況，包括啦揾到阿紅裝修嘅話咧，阿紅基本上時不時都會去到大家嘅呢一個屋企去探望翻呢啲工人，去慰問翻，買啲水啊、買啲飲料啊，去到嗰度咧同啲工人傾下偈令啲工人咧比較用心機咁樣幫大家裝修。咁同樣啦，阿紅都會經常去對住翻我哋今日好似咁多嘅呢個監管嘅，因為阿紅唔係話每日都得閒，所以咧經常都會問下啲監管啊、啲施工進度啊，同埋呢段時間嘅一個情況係點樣嘅，令大家唔得閒喺香港過嚟嘅情況下嘅話咧，會更加清楚自己嘅裝修單位目前嘅情況係點樣。OK， 咁同樣啦，希望今次嘅呢一個視頻介紹會令大家更加清楚阿紅喺裝修公司雀醬嘅呢間公司係乜嘢嘅身份。嗱，講緊下係一個股東，成間公司咧係有3個股東嘅。頭先咧有一個涂總，都係一個大股東，仲有一個姓胡嘅胡總。咁我哋3個咧就係股東嚟嘅，咁其他全部都係我哋嘅員工啦。咁嗱，講緊嘅成間公司大大細細加埋嚟啦，差唔多有100幾個員工啊。OK， 包括設計部，包括我哋嘅監管部，包括我哋嘅工人部，包括我哋嘅呢一個業務部，等等之類嘅。OK， 咁所以嘅話咧，阿紅咧就要一個人去同大家介紹咧，就比較困難嘅。咁同樣啦，大家係揾到紅裝修睇到視頻咧，肯定有質疑。呢個阿紅都冇話可説嘅，因為本身
經常阿紅啦都係一個人拍片。咁啊呢段時間咧，仲有一個消息同大家講一講嘅。阿紅咧就有一個拍檔啦，之前啦都係喺其他公司同阿紅一齊上班嘅。咁今次咧就前一段時間問到阿紅要唔要話可以過嚟幫手啊、拍片啊等等之類嘅。咁可能接落嚟咧，阿紅咧都會叫呢一個拍檔啦，就幫阿紅平時揸機啊等等之類嘅。下次有機會嘅話，大家過嚟有嚟睇樓都好啦，你又揾阿紅做裝修都好啦，可能都會叫阿紅嘅呢一個拍檔啦，或者話講呢個員工啦去接大家。OK， 所以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消息同大家講一講咯。咁啊，同樣嘅講緊嘅，今日主要介紹到嘅我哋公司嘅呢一個人員嘅一個問題啦，同大家分享翻，令大家可能揾到我哋雀匠公司裝修嗰陣時啦，會更加清晰，或者喺視頻上面見完之後，大家了解完之後，會更加嘅清楚啦。咁啊，同樣啦，目前嘅話咧，成個大亞灣位樣啦，都有好多裝修公司咧，即係講緊嗰啲詐騙公司啊，呃錢走樓嘅。所以咧，今期都係希望大家知道我哋公司嘅一個實力之後，會了解到揾我哋公司嘅做裝修嘅話咧，就非常之有保障嘅，包括啦安全保障，即係唔會走佬啦，唔會爛尾啦。咁第二點咧就係售後保障啦，大家做完裝修之後，後面嘅質保啊、後面嘅一啲要維修啊等等之類啊，我哋公司咧都一直會幫大家去管理翻嘅。OK， 咁嗱，同樣啦，都希望通過今次嘅視頻啦，令大家更加清楚阿紅平時嘅一個工作係點樣嘅。OK， 都係非常之感謝咁多業主嘅支持。咁啊，同樣啦，有任何嘅粉絲或者係觀眾唔明白或者想了解翻嘅，都可以右上方熱線諮詢翻嘅。阿紅咧都會將最詳細、最完整嘅資料同大家分享翻㗎啦。OK， 咁啊，同樣啦，今期阿紅嘅工地分享同埋人員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期再見咯，拜拜。係咁啊！大家啦就啱啱考察完呢個單位就落咗嚟啦。咁啦，我哋監管呢邊咧就準備去大中華嘅另外一個工地。阿紅啦就唔方便跟住大家去啦，因為等陣啦有個客過嚟呢邊，阿紅要接一接嘅。所以咧，同樣啦，今期啦，同樣嘅再次感謝大家嘅收睇同埋感謝大家嘅支持啦。OK， 咁啊，最後嘅結尾咧，俾大家睇一睇成個公司嘅員工嚇。呢啲係監管啊，全部都係我哋監管。OK。嗱，啲衫上面都有寫住我哋公司嘅 logo 啦。OK，拜拜，下期再見。